孩子们，你们要知道那个新疆、西藏啊，那是我华夏民族的源头啊，文化的命脉，长江文明、黄河文明，是我西汉大帝到康熙大帝用生命争得的土地啊，是我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未来的人源和水源，甚至连空气的根本保证。你们这些人读了书，天天北京、上海，那个地方谁占呢？谁去保护啊？要这么整，大家不灭了才怪了。所以我们要教育的不是少数民族学生，我们要教育汉族的同学。我们跟老外、跟老美、欧洲、西方列强在看待这个问题上，你们不拿出那种必胜、坚韧不拔、不怕牺牲的那种精神。你说俄罗斯车臣为什么没败啊？没被他们抢走啊？俄罗斯再苦再累，瞪着个眼睛，你知道吗？老子要跟你打，我要跟你拼了。欧洲人、美国人就是豺狼，他们分解前苏联南斯拉夫得了手以后，就盯上了我们。所以我不得不讲一句，连非洲的野牛为了种族的森严，几头雄壮的公牛最后断后都被老虎吃掉，但它这个种啊就养成了这个基因。每一次迁移的时候，总有这么10几头巨大无比的野牛站在后面，让种群全部迁移掉，守在那儿死掉，才保住了他们现在种族的繁衍。所以我们的同学听着，郑老师再过10年60了，我跟浙大的同学讲过，假如我在你们的身上不培养这种基因，都贪图享乐，今天看美国要去留学去定居，明天什么深圳、广州、上海定居，我们的西部怎么办呢？我们的新疆怎么办呢？我们的西藏怎么办呢？所以郑老师表个态，跟浙大的同学，10年后要是西方真干我们的西藏和新疆，郑老师在浙大不当教授了，杵着拐杖都上前线去跟解放军加油。